除了的，对于干你比赛就是拉当节这段录音这过一个查出英语是那个俺娃可超级中的有一个菩萨去推出，那可能那天呢天这个赛就是拉当节这段录音这个图呢产品日语些，另外尽量的一类这些。大家好，我是辛勇，来自阿坝州黑水县，是一名藏族小伙，然后现在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大二，然后这次很荣幸能参加熊猫电影节，这次我们带来了4个节目，分别是口弦，还有同行，还有成都，还有一个是那个锦绣，然后4个节目都非常好看，我们不仅有帅气的西装，还有56个民族的服装。56个民族的服装都很好看，像我这个就是柯尔克孜族的，我这次没有穿藏族服装，但是柯尔克孜族的服装也很有特色，很有特点，非常好看。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些不就去这他通过些把东西或者个节目是他的些这些，另外尽量的去做个节目的这个些。